麦克风都让我臣服，想不到你若无其事地说，这样滥情何苦？有些话之所以痛，不是因为内容未尽，而是说出口的人讲得太轻。所谓的滥情，只是因为你真心过；所谓的何苦，只是因为他不懂。我们都知道，真正牵动的，从来不是那句话，而是那个态度。如果你刚好也遇到一个人的若无其事，那记得一件事，你不是滥情，你只是不想敷衍自己的心情。